当然这场比赛的结果当然不是我们想要的，但很不幸还是发生了。那健行在过去的4年连续都是闯进冠军战。那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也不管是教练或本身啊，或者是球员自由想，大家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。但我们这个必须还是要去认清，我们毕竟真的没有成功的在闯进冠军赛。那当然在这边也恭喜政治大学，那当然他们努力了很久，然后他们终于得到他们想要的冠军赛。那我觉得，那这场比赛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我们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，不管是在防守篮板的部分。那当然我这边也不能苛责球员什么，因为真的他们这一整年来他们真的非常辛苦，因为健行的球员在这一年里面，从去年暑假的2个半月，我们2个半月是没有集合在一起，然后分散2个地方，然后来做练球，然后一直到本赛季，约开打前大概2周吧，然后我们2周可能还不到2周，然后全队才到齐。那一回来之后呢，我们面临的到就是伤兵的问题。其实，在这一季一直到今天，其实我们还是有伤兵的困扰着我们。不管是我们的新的外籍学生安科尔，然后廷照，因为廷照他打完之后，他马上下礼拜就要去开刀，然后姚晨呢也是下礼拜5马上就要继续开刀，都安排好。然后其实每个人打得非常辛苦，跌跌撞撞，然后当然像受伤也不是因为他们想要造成的，那真的我们只是很不幸，今年我们面临到了这么大的问题，就是伤兵真的一直困扰着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以一个完整的健行科大来面对每一场比赛。我们今年从预赛、复赛甚至到这个 Final Four 这个4强赛，其实我们都是没有完成过。对，那我当然希望这个不好的事情，这个厄运可以快点离开我们。对，我希望看到一个健康的健行科大。对，那其实自己的发挥就是江宇在比赛前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各司其职。然后其实听到当下就觉得说，不要去强求说今天要拿20-30分，就是我要做好我的工作，可能跑快攻，可能防守这样，然后也是做到，然后就应该就是还是有几球失误的，然后但是主要是我们心态都没有崩，我们就是一直沟通，然后也是做到教练我们做的事情这样，然后就可以说是一起拿下这个胜利，然后也是大胜利这样。没错，是对史蛮重要的一场胜利嘛。那接下来艾哲其实今天个人拿到了27分，感觉今天在小巨蛋上的发挥是 on fire 的状态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今天自己的表现吗？自己的表现其实这期也不算自己的，因为其实都是队友帮我制造出来。因为我们球队就是打团队球，然后自己就觉得说，如果有机会来的就要去把握。然后因为今天他们也针对我做一些防守策略嘛，然后其实我们赛前也有在拟定，如果说对方这样守我要怎么做，所以我们开心今天算是手感都不错，然后也在罚球线上得到很多分数，对，然后就是继续保持这样的企图心，对，然后明天就是希望可以拿下冠军。没错，那当然就是其实一样，我们今天在赛前的时候，其实我跟他们讲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打到这个时候就是越简单越好，然后让不要太复杂，然后让整个团队是做简单的事情，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最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有好的结果。所以明天一样，就是跟今天一样，我们就是把我们平常所练习的东西，在一整季下来的训练所准备的东西，就是对方如果是就见招拆招嘛，然后那我们在等一下的比赛也会去做一些针对性，看等一下比赛怎么样去面对明天的对手。谢谢。好。